過去幾日黃金市場再次成為焦點，資金持續流入，推動金價上揚，成為近期少數走勢明確向上嘅資產之一。今日我哋就由近期表現、避險邏輯同埋短期可能出現嘅調整空間嚟做一個中立整合同分析。第一點，點解資金又再湧入黃金呢？傳統嚟講，黃金、美元、美債一直被視為三大避險資產，但而家情形有啲唔同，美國自身反而變成風險嘅源頭。無論係貨幣政策、政治分歧，定係通脹壓力同關稅政策，都令美元、美債作為避險工具嘅角色出現咗動搖。咁當市場唔再視美債、美元為唯一嘅避風港，資金自然就會轉向黃金，令黃金成為相對吸引嘅資產選擇。第二點，其他嘅避險資產又點走呢？近期瑞郎走勢偏強，反映市場對非美元資產避險需求上升，部分加密貨幣亦因美元走弱，短線吸引咗資金流入。同時，黃金而家未必再同美債、美元有完全嘅反向關係，背後代表市場資金配置出現咗啲微妙嘅變化。第三點，短線又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呢？即使中線仍然偏向睇好，短期都要留意幾個風險因素，例如中美嘅關係、地緣政治，例如短暫緩和，都亦可能會令到黃金出現技術性嘅調整。今朝其實就出現咗一次美元反彈，黃金期貨市場同樣出現沽壓，但買盤迅速咁樣俾市場吸收咗，代表背後依然有承接力喺度。結論就係短期如果有回落，反而可能係入場嘅機會。我自己亦對黃金中線走勢仍係偏向正面，但會因應市場消息同宏觀嘅變化同埋技術層面作靈活嘅調整。例如如果聯儲政策大轉向或者通脹明顯回落，我會考慮減持或者部署對沖嘅策略。一有一啲重大嘅方向性轉變，我會第一時間喺我嘅群組度 update 大家，幫大家即時調整部署嘅方向。想第一時間掌握市場轉勢信號嘅話，我定時會喺我嘅 Patreon 同群組更新黃金、股市同資金流向嘅分析，幫你清晰睇市場，有策略咁部署。歡迎你都一齊加入。